能赶趟吗？应该赶趟吧。咱今天也别去上午。这都几点了？啥呀？真的没那个心情，这2天饭都吃不下去。我也是，好歹今天早上是从小看着咱。他应该会来吧？哎，你今天早上你爸送你出来？当然了，我今天早上跟我妈要5000块钱啊，结果我妈说什么要把我腿打折。嚯！会不会是在做梦吧？来了来了，上网前做吗？哦，现在分清了。分清了分清了！我妈呀，你怎么会来啊？因为圆买票的时候，我跟他说帮我也买一张。媛儿姐，媛儿姐，方大沃，陈翔，杨哥，错了，你们都知道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医院附近有一棵很有名的许愿树，我听说上面挂着很多的平安符，诚心许愿会很灵验。咱们可以明天上午去求一颗平安符带给青云姐。可以。那就这么定了。OK。好。哎，时间快到了，咱走呗。走吧。这时候，安西教练说：“不到最后关头，绝不放弃希望。一旦放弃的话，比赛就结束了。”小雨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我跟朴涵宇是特别好的朋友，我们之间有很多约定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回去太晚了，等不到最后一班车了？没事儿，11路24小时不休班。要是今天赶不上，我就带你感受一下11路包车体验。什么11路啊？你不知道啊？你快说。等一会儿88路来了，上车我再告诉你。哎呀，我看88路是不会来了。你看这个0，时间长都被磨没了，是不是特别像2？还真是。林芊芊，你骗我是吧？你没有，我真知道。哎呀，好了，我错了。真是。来吧，今天我就让你体验一下，什么是11路。你说的11路不会是2条腿吧？你上不上来？靠边停靠，时间有限啊！你再不上来，过时不候了。那我把手套给你，不然回去你要生冻疮了。你不戴，你不也得生冻疮吗？那1人1只，来。上来。嘿，出发了！哎呀，不行，我感觉我回家了。哎呀，快点！真好。哎，你放心点儿。加油！11路到站了，请尊贵的乘客下车吧。哎，乘客体验不佳，下次继续努力哦。哎，我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体验可是仅此一回的。哎呀，我都买票了，这手套就是我的车票。你不管，你这个坏东西，你还耍上赖皮了你！这就是这个手套的故事。哎，如果以后我走了，你要记得把手套捎给我，不然我跟朴涵宇再见面的时候，他肯定会不开心的。你说什么呢，姐？你不能走。你就当我也去静云做替星啦，还是你希望我从这个宇宙中彻底消失啦？不能消失，你不能丢下我。姐姐不会丢下你的，反而在远处永远的陪着你。以后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用怕，因为有姐姐在啊。姐，我现在特别理解朴涵路，我真的希望他姐姐就在那个星球上面活着。所以我给了小鹿一枚红莲徽章，因为那对他来说代表着希望。
这次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其实他们都来了，怕上来太多人影响不好。芊芊姐现在怎么样了？刚打完点滴，药劲儿还挺大的，睡一会儿就好了。你还好吗？我挺好的。我姐她也不是第一次做手术了。明天我爸妈也都在，一点都不紧张。你看起来脸色一点都不好。我就是这两天陪床陪的，有点累了。没事儿。你睡一会儿吧，我看着芊芊姐。我姐她现在睡着了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我大老远过来，才待了不到2分钟，你就要赶我走。你睡一会儿好不好？行，等她醒了，你把这药给她吃了，大的吃2片，小的吃1片。睡吧，快睡吧。小鹿，其实我一直想像现在这样摸你的头发。假如有一天我也不在，你该多可怜。芊芊姐，你醒了。谢谢你来看我。其实月儿姐他们几个都来了，怕吵到你，所以只有我一个人上来了。我们几个求了平安符给你，希望你明天手术顺利。谢谢你，也替我谢谢他们。我们都希望你能快点好起来。林千羽，我让他睡会儿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跟我说。小雨她最近太累了，我这儿没什么事儿，快休息吧。小鹿，你真是太细心了。不像小雨那家伙总是毛毛躁躁的，他要是跟你一样就好了。其实我和林千羽一样，也有一个姐姐。那他一定很爱你吧？嗯，我姐姐特别特别爱我，她也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。吃药吧。他真幸福。其实芊芊姐
你也可以把我当做亲妹妹的。我总有一种感觉，如果你跟我姐姐认识的话，一定会成为很好的朋友。我也希望能早点见到他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小雨，醒醒！把小鹿送回去吧，这么晚了，他一个人不安全。没事，让他留下来陪你吧。没事，我送你，我送你到楼下，然后给刘洋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来接你。那我走了，姐姐，拜拜。走吧，拜拜。喂，杨，你和江在一块吗？行，你们来医院接一下保安路，我把他送到楼下。行，那我们等你一会儿。有这样的朋友真好。都说那许愿树就在医院附近，我们几个绕了好几圈，硬是没找着。你也知道，媛儿姐平时最不爱跟陌生人说话。那天她问了不下10个路人，可算让我们把那棵树找着了。刘洋和陈相平时看着挺不靠谱的。那天大家一起为姐姐祈祷，他俩就那么老老实实、安安静静的，得有小10分钟，也不知道心里念叨什么呢。那个护身符，你可得收好了，弄丢了，我们饶不了你。谢谢，谢谢。不用擦，想哭就哭出来。我害怕，我害怕。
如果以后我走了，你要记得把手套捎给我，不然我跟朴海宇再见面的时候，他肯定会不开心的，对吧？你说什么呢，姐？你不能走。你就当我也去鲸鱼座替星了，还是你希望我从这个宇宙中彻底消失啊？没事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宇哥，灯灭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觉得，有朋友在身边的话，好像任何困难、悲伤、绝望后面，都可以被写上一个除以7的符号。而喜悦、快乐、幸福的后面，也可以跟上一个大大的乘以7。哎，猜是多少？2，名副其实。玩，这个跟你好。哎，快看快看，看我整的10大必玩旅游景点，你们说咋样？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看看。第一站金子山，爬山。上次在庭山你还没爬够啊？不行 ，pass。下一个，龙武馆，这龙武馆又是啥呀？哎呀，他肯定是在什么旅行社上的那个单儿抄的嘛。那你们说玩啥就玩啥呗。夏天嘛，肯定是要下水啊！兄弟们，我听说这儿开了一家超级大的水上乐园，兄弟们有没有兴趣啊？这个不错呀，这个可以吧？是不错。什么不错？看美女啊？看你啊。差不多得了。这儿的小吃庙会不错，我小时候去过，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烟火表演。夏日的烟火表演，那我们是不是还能偶遇帅哥呀？哎，什么帅哥啊？现在坏人多多呀！你能不能浪漫一点啊？哎，咱们再想想还能去哪儿玩？除了烟火表演，哎，听说这有个很火的天文观测点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上。对，这个我早就想好了，我是一定要去的。如果你们不愿意去的话，我自己也会去的。好你个韩露，居然想背着我自己去！好吧，又想自己去。笑死你了，小鹿！告诉你，我们就天天跟着你。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
背又痛。哎，行，给你看，祖宗。哎，明天你也去吧，去跟他们玩去。我不去，我天天跟他们几个待一块儿，我都烦了。哎呦，你天天在这陪我，我也烦呀。明天我就去隔壁找帅哥聊聊天，解解闷儿。不行，人家隔壁帅哥都有女朋友了，你没戏。我说话你不听了是吧？等你明天检查完之后再说。哎，真是地大不由解呀。我看你还解大不由地呢。给大家表演一个一口炫蛋啊，谢恒。行啊！哎呀，注意点形象，刘洋。你认识啊？朋友啊？哇！我去见你这小玩意儿。热。大象，你们东北是不是从来不吃小龙虾呀？你瞅这小玩意儿，要是到了我们那儿，我早冻成小冰疙瘩了。哇，太香了！得劲儿。媛儿姐，你怎么不吃小龙虾啊？然后也不吃辣，只可惜今天于哥不在。于哥最喜欢吃小龙虾了，他一个人就能干掉这一盘。啊，哎，看路干嘛去了？应该是去洗手间了。然姐，你得整点硬菜。哎呀，你瞅人家我太贴心了，这是怕我们包的累，谢谢了。哎，不是给你们的。那给谁？给我的吗？天天虐我们，日子没法过了。你俩能不能别瞎起哄？哎，谢谢你哦。欠打是不是？来，腾个地儿，腾个地儿。哎，哦，来，哦，哎，这是不辣的，小鹿，你专门给我点的？对呀，快尝尝。太感动了。我喊鹿，我吃醋了。红刀龙虾吃。啊，真好呀！以后我的男朋友要是像你一样就好了。你这要求多少有点低了。会剥虾就行啊。你别看他只是剥虾，这说明他时时刻刻在关注你，在关心你。好吃。咋的？这不把手套都摘了，等着我哎呀，这可还互相粗。你说要是于哥只为我出头，不为你出，你是不是错？就是，一碗水端平，这个是门学问。像我们学做菜的呀，这个是基础。这个我感觉还是蘸这个料合适。是吗？好吃，那我再给你剥一个。我给你剥一个。我韩龙，你太贴心了。你要是再对我这么好，我还要给你叠星星。那你还是还我吧。不叠，开玩笑的。这刘洋，是我没教好，我这个当姐的没教好。我看出了你。恢复的不错，不过不能劳累，不能生气，不能大幅度运动，然后要保持心情舒畅，情绪稳定，对吧？行，你知道就好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啊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可以下地走动走动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们先走，啊。谢谢您啊。听见了吧？医生都说我明天能下地了，我明天就去跑步去。你能不能别在这儿了？你赶紧出去找点事儿干。明天是明天的，那就明天再说。今天晚上他们不是去庙会街了吗？听说还有烟花表演呢，你不陪小鹿去看啊？
哎，突然间心情有点难过呢。那个看上去好浪漫呀！哎，别说，这还真挺漂亮的，真挺浪漫的哈。哎，对了，于哥上次是不是说过，咱们下一次一起去看烟火表演的时候，要一起许10年之约，就像《仙剑奇侠传》里一样？记得呀，当时他还非得说自己是李逍遥，我让他醒醒。那他可能也是想拯救天下苍生吧？对啊，不可以啊！哎，于哥，可以啊。宇哥，你真的来了？我们之前不就说过吗？下一次看烟火的时候，我们就进行10年之约，所以你们赶紧啊，现在背背词儿，一会儿别忘了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之前说要当面和我说的话是什么？我想说，武寒露，我喜欢你。你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啊，于哥，该宣誓了，快！对，于哥，你来打响第一枪。你又不是干嘛，还打响第一枪？哎，别管那么多了，快点吧，马上结束了。一会儿跟你说。好，我林千羽，10年之后要成为像李逍遥一样的人，帮助需要的人，让这个世界和平。我刘洋，10年之后要成为全国最帅的男播音，用声音让大家爱上我。你是想让女生都爱上你吧？我陈相，10年之后要成为为人民服务、惩恶扬善的人民警察。我孟辉元10年后要成为全国最好的舞蹈家。我方大悟10年后要开全市口碑最好、排队最久的甜品店。我刘一宪10年之后要成为一个能治好所有疑难杂症的神医。我武寒露10年之后要成为保护世界永不言败的战斗机飞行员。他们几个说附近能看到萤火虫，跟别人看萤火虫去了，等晚一点和我们会合。看什么呢？这么全神贯注啊！我看到了，那颗星。鲸鱼座替星，你看到了？嗯。没关系，不管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，想说就说出来。这只有我。你感受到了吗？我的心跳。啊，很快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鲸鱼座体星，以前
我只能在照片上看着他。我总是闭着眼，想象着我最爱的人就在上面。那鲸鱼座 T 星离我们有多远啊？它跟地球一样吗？你真的想了解鲸鱼座 T 星？当然了，之前不是不想了解，是还没来得及了解。怎么，给个机会了解一下？我说真的呢。鲸鱼座 T 星距离我们有12光年，它其实是一颗恒星。准确的说，我刚刚看到的是环绕着它的第4颗行星，叫鲸鱼座 T 星 E， 也是我姐姐居住的星球。你可真是学渣呀！99年的时候光顾着打仗了，地方知识是一点都不了解。我忘了。很抱歉，之前误会了你。还有冲动说的那些话，对不起，拿回去吧，这是属于你的东西。至于承不承认同盟者的身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作为你的同盟者，我很荣幸。我是你可以依赖、可以依靠，而且可以并肩作战的好伙伴。昨天看烟花，你说一会儿要单独跟我说的话，还没说呢。我是想说，我是想说，说什么？就是要说刚才的事儿，同盟者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愿意承认？咱们同盟者不能那么轻易的承认自己的身份啊。这么说，你做的还挺好的，我差点就要放弃了，要不是看到了这枚徽章。对了，这徽章你从哪儿看到的？从你小说里调出来的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以后你可得好好保管。书里，估计是老姐放进去，故意让他发现的吧？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差不多该走了，我们买了9点半的票。今天就走？你们不多待几天了？再待下去，雾他妈妈真的要提着刀杀过来了，以后又不是见不到了。等回了学校，我们再详细聊聊同盟者的事情。啊，好吧。哎，姐，你要干嘛？你告诉我要什么，我给你拿。躺了这么多天，我都躺麻了。
你呢？今天去干什么了？好玩吗？我今天去天文观测点了，还和卜寒露承认了我是同盟者。姐姐知道你从小就不爱撒谎，可如果你知道了小鹿的姐姐为什么一定要撒这个谎，或许你更愿意成为这个同盟者。病人情况不太乐观，你们要早做打算。大夫，他还很年轻啊，你能不能再给我想想办法？啊，再手术行不行？没用的，这个病现在没法治愈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让他在最后几个月少点痛苦吧。抱歉，不是，别抱歉呐，大夫。不会的，姐姐不会死的。不会的，姐姐不会死的。谢谢你救了我孩子，我这，没事，小孩子没事就好了。我晚上巡逻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哭，一直哭，哭到嗓子都哑了。都怪我们疏忽了。哎呀，这么晚了，这小孩子怎么一个人还跑出来了呢？都怪我们不好。孩子也抢救过来了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以后注意点啊。谢谢，再见。这听起来是一场意外，但朴寒宇知道小鹿是会游泳的。所以你是说，卜寒露是故意的？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求救，除非卜寒露不能接受姐姐离开自己，才选择不求救的。所以小鹿的姐姐编造了这么一个童话，让小鹿可以在没有她的时间里一直带着希望活下去。现在，我们都是这个童话的守护者了。大象，刘洋，宇哥，来，哎呀，可算赶上了。这是我爸妈买的特产，你们回去分一分。来，谢谢。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，这给你的。宇哥，怎么还带开小灶的呀？我看看都是啥？你怎么什么都要看啊？这是给你们拿的零食，先让他拿一会儿。宇哥，回去帮我们谢谢叔叔阿姨。跟我还客气？你不是最爱吃零食吗？那是媛儿姐喜欢吃。宇哥，咱学校门口新开了家炸鸡店，贼好吃。等你回来，我请大伙吃炸鸡柳。就是啊，看在鸡柳的面子上，你就收拾东西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对呀，一起走吧，宇哥。宇哥，嗨，我也想走。总之，就是很谢谢你们来看我。哎，车来了。放东西吧。林千羽，我们学校见。
那个，其实我以后就不回去上课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。我以后就不回去上学了。过2天，我爸妈给我办转学手续。行了，就这事儿，赶紧走吧。啊！不是，于哥，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们？还是不是兄弟啊？是啊，于哥，感情我们这么一走，以后就再也见不着你了。对啊，于哥，为什么呀？我这次确实是被我姐的病吓到了，她能死里逃生，是老天爷给的运气。但是我真的不敢想下次，所以我考虑了很久很久，我决定要留下来，要不然我怕我以后后悔。你做的对，留下来吧。一个人憋在心里纠结很久了吧？早点和我们说多好。就是于哥，你记得回来看我们。于哥，你放心，就算你不在，我和大象一样会把你巴中校草的地位给你守住。对，于哥永远和我们在一起。你们这说的跟生离死别似的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人家司机都催了。如果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转眼一变的功夫就变成了彼此接受的模样，一边寒暄问候，一边感叹着时间一点一滴流走，真的不停留。昨天的往事，你和他互相追逐从未拥有的时候，深刻是老师把小姑娘能不能把窗户关上？这凉气儿都没有了。舍不得我啊！随着我们欢声笑语，从前的画面又继续，好多美好的回忆。走吧。虽然好久没有联系，但我们那份友谊不曾缺少持续。拜拜。那些不可言说的秘密，只有我们最了解，互相威胁又有趣。那些永远说不完的话题，不想闹什么心里。